荃灣海旁臭味困擾20幾年，終於有希望啦！你知唔知荃灣海濱嘅臭味問題，其實係因為駁錯渠，污水經雨水渠排入大海，而錯駁個案高達89個，當中有52個污染量比較大嘅，目前已經完成修復工程，即係改善咗80%半問題。我哋向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了解目前情況。淨化海港計劃咧，將舊區啲後巷全部掘起晒，將嗰啲渠咧駁翻正，冇沙井嘅幫佢做翻個沙井。政府現時使用高科技嚟加快有關工程進展，針對大河道、大涌道、碼頭壩道3條雨水雙型暗渠，使用咗高壓水槍進行全面清理，利用遙控清淤機械人進行大河道雙型暗渠嘅清淤工作。目前咧已經係清走咗500噸㗎啦，預計咧去到今年嘅3月底咧，大河道呢一條雙型雨水渠咧就會搞掂嘅。呢個工作咧都係希望為咗處理我哋荃灣海旁臭味嘅其中一項嘅工作。用數據話你知成果，硫化氫濃度下降90%以上。硫化氫嘅平均濃度從2022年嘅36 ppb 已經降到2025年嘅2.5 ppb。2024年第4季嘅硫化氫平均濃度為3.4 ppb， 比同年第3季減少咗近一半，氣味明顯得到改善。我哋都期盼依次嘅努力能夠徹底終結臭味煩惱。住喺荃灣海旁嘅街坊們，終於唔使再諗住個鼻經過啦。